知啦 ，LV 最衰咧就係咧啲油邊嘅問題啊。咁我哋一齊嚟睇睇啦。呢一個咧油邊咧係新淨嘅，同埋咧少少水漬都冇噶，好新淨嘅。嗱，好靚仔嘅 ，OK。好，打開裏面啦，有襯袋啦，好，有兩條嘅肩帶嘅，好，一條啦，3個全加了沒有啊？其他的2個加了嗎？好，仲有一個呢一條肩帶都咧幾千銀噶啦，大家好。後邊有拉鏈，後邊有拉鏈啊，大家。價錢嚟啦，大家，超級優惠嘅價錢啊！成色你都見到啦，超級無敵新淨，限字噶啦。兩條帶，條帶咧膜都未除嘅，仲要有一個咧花花嘅大嘅呢一個咧肩帶啊，大家。又有埋襯袋一套啦。今日俾一個咧超癲嘅優惠，大家900新淨嘅限字版啊，15999咋，15999咋，大家。前面有磁石扣嘅，扣位都係膜都未除啊，女亦都係咧超嘟新淨嘅，拉鏈頭全部都係咧好新淨啊，大家。15999啊，有埋咧長短帶全部齊全噶啦。長短帶全部齊噶啦，條帶亦都係咧新淨到不得了啦，15999啊，大家，全部現貨啊，全部係現貨 ，Hello 未貨，15999，外面都買到2萬多，出邊咧都要咧2萬幾啊，咁新淨嘅成色嘅 ，OK。咁新淨嘅成色全部都要2萬幾啊，大家15999啊！想要嘅朋友仔自己落單啊！佢金咗有啲咧係咧冇一條咧闊底金嘅，咁啊價錢咧會平好多啊！呢一個咧係咧2條底全部齊晒俾大家噶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美方多謝你啊！15999啊！這個單我們新朋友。好，咁啊呢一個咧快啲落啦，其實咧真係咧平咗好多啊！咁呢一個咧啱啱咧我哋咧係上咗俾大家噶啦 ，OK， 4個釘釘都同大家講咗啦，佢係超靚仔噶啦。同埋呢一個咧扣位咧係啦，亦都係咧少少嘅呢一個咧水漬啦，係啦，右邊都係咧係好靚嘅，中間咧係磁石扣啦，綁繩嘅，咁咧可以咧入邊咧係驚絨嘅，裏面有埋個化妝包包係一套嘅，袋口咧係有拉鏈嘅，後邊咧亦都係咧有拉鏈噶，咁呢一個咧係19999啊！可以咧自己咧較長短啊，係啦，成色都係好新淨嘅，1萬沒事啦，你就周身啦，19999啊！嗱呢一啲咧係啦，右邊咧全部都係咧好新淨嘅，各位咧亦都係咧好新淨啊，19999啊！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有想要嘅朋友仔自己打 number 啊，19999啊！好，你哋有咩想點咧？自己嚟啦啊！你來吧，沒事。第一個是超級面。来，刚才这一款啊，姐姐们啊，分店的啊 ，LV 的这一款啊，也是近代款、人气款的姐姐们，
看过来了啊，这一款我要比姐姐更疯癫啊！这一款是 LV 翻盖的啊，翻盖款的啊，哇，里面还是不是几绒的啊？内里还是哇深金的啊，偏帆布的一款粉色嘟嘟的啊，粉色的一个内里啊，翻盖的啊，翻盖款，旁边也是做了一个拉链的啊。做拉链的内里容量非常大啊，没有污糟，没有污糟啊，容量都可以放一个小平板电脑啊。来，这个成色也非常新紧的啊，封面拉口的话也是新紧啦，而且边边角角的没有污糟啦，五金也是新的不得了啊，新紧啦，边角都非常的新紧啦。手柄部分的话也是新款的啊，看到吗？自由格的边角都